各位，傾談八點正已經停咗4個禮拜啦。今日我哋開始接翻上一次條尾，即係第2集。上次講到呢，我就唔係無線嘅親生仔啦，但係你睇下我當年幾靚仔又識做戲，真係唔明白點解佢哋呢仲要雪藏我。咁真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咪自己出去闖蕩江湖咯。喺短短唔夠2年時間，我就闖出咗個名堂出嚟啦。咁不如我哋睇下我跟住落去又有咩事發生啦。我都似嗰啲叛逆青年啊，好似嗰啲飛仔咁啊。咁咧就到第3年，即係都仲有大半年咧，就開始雪藏啦。咁啊冇即係冇嘢做啦，咁冇嘢做。一開始咧，Teddy Robin 佢咧係羅賓，就開嗰個即係開戲，佢做監製嘅就係山狗。咁咧就揾我去即係群戲嘅，又有山狗有我啦，鐘保羅啊，嗰個莊靜怡啊，即係我哋咧即係一班即係青年啦，即係有成即係5、6個嘅。咁另外山狗咧，即係嗰班壞人咧，有5個壞人嘅。咁咧，我嗰時我就即係喺嗰套戲度即係拍戲嘅。咁啊應該都拍即係做得幾自然啦。咁楊群就即係我都未殺清咧，楊群咧佢要開邊緣人，佢親自打電話俾我，佢話：我要開套戲喎，想捧你做男主角，不過要試鏡喎。我話：哦，根本我就唔相信有人即係抌100零萬又好啊，200、300萬又好落我個身度俾我做男主角，我聽下就我唔信嘅。咁咧佢叫我去我住九龍啊嘛，叫我去香港一個大廈，即係中環一個商業大廈度試鏡。咁原來我就唔去添，直情係唔去。咁樣啊，成1個禮拜後，佢再打電話嚟，話：叫你試鏡，做咩唔去啊？咁話，使咩事啊？我電視日日都有出我噶啦，你要睇你咪喺電視睇我咯。咁佢話唔係啊，個導演要你本身想去試啊。咁我話即係佢咧最後用激將法啊嘛，佢話。真金不怕火煉，你如果係掂嘅試鏡有咩咁乜嘢，即係有咩咁大件事啫。咁樣咧，所以我俾佢用激將法咧嘅，咁一試就試咗邊緣人個角色出嚟咯。就係咁樣嘅個職邊個。哦，原來佢係呢個你嘅伯樂嚇，慧眼識英雄，冇揀錯人。結果咧，嗱，你呢出戲結果喺呢個台灣嘅金馬獎咧，就攞咗好多項提名咧，就攞咗3項嘅獎。呢個最佳男主角獎係你㗎啦，最佳導演獎咧，同埋原創劇本獎喎，非常之厲害嘅嘛。咁啊，作為一個新人去攞呢個嘅獎當時點樣嘅心境啊？首先咧就嗱，因為香港咧，我唔知香港電影金像獎係1981年定1982年嘅。咁咧嗰時最多係出咗1屆嘅啫。咁即係香港個電影金像獎，即係變咗香港即係都冇乜影帝啦。就算有個影帝啊，都係得1個影帝啫。咁台灣咧第19屆咧，但係前面18屆咧都係台灣片。咁咧第19屆即係1982年咧，我哋呢套咧真係港產片啊，就由香港去到台灣嗰度即係參展啦，就得獎啦。咁變咗喺當年咧攞到個即係叫做東南亞區嘅最佳男演員啦。咁應該喺嗰時都應該係都幾受歡迎，幾好下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咧，你話影帝咧你去
旺角咧攞個殼撈一撈咧，都幾十個撈到上嚟啦。而家影帝冇乜用嘅，但係唔係金馬獎咧？亦都係台灣每年舉行嘅頒獎典咧，亦都係歷史最悠久嘅華語嘅電影獎嚟，亦都有代表性啦。特別因為咧佢係獲得呢個華即係點講啊？佢係美國嘅影藝學院認可，佢得獎作品咧可以競逐呢個奧斯卡金像獎嘅候選資格。咁所以變咗佢係屬於叫做華語嘅奧斯卡金像獎嘅美譽嘅喎。咁所以咧得到佢哋嘅垂青咧，亦都係唔簡單嘅，始終都係，所以咧多謝多呢謝。個都係實至名歸嘅。哇！咁啊，你頭先講咧，初初要俾人哋雪藏啊，又要做啲呢個茄喱啡，然後做配角，咁啊突然間哇，已經做咗影帝啦！哇，從叫做啲咩叫做一舉成名，天係，下知啦！嗯。嗰剎那點樣樣嘅嗰個生活嘅方會有啲名成利就嘅感覺啦，生活有好大變化啦，係咪？咁咧嗱，其實嗰年咧，1982年咧，未去金馬之前咧，我就接咗新藝城嗰套《夜驚魂》，係因為新藝城咧，嗰個最佳拍檔唔知係1980年定81年開嘅，咁啊突然間即係一彈就彈起咗新藝城呢間電影公司啦，咁咧佢就揾即係1982年就揾咗我去拍《夜驚魂》，咁嗰時新藝城真係好即係好 popular 啦，我嘅意思。哇！即係如果佢即係打到電話，個製片打到電話嚟話新藝城想揾我拍戲，咁真係咧反應嘅。咁啊去拍，拍完攞埋金馬獎翻嚟咧，咁咧就哇！即係金馬獎係年底啦，咁翻到嚟1983年咧，哇！我接起砰鈴砰一年接成八套十排晒隊嚟等你係嘛？咁咧喺當時咧，我從來都冇諗過冇糧出，因為真係譬如講一套電影咧就分3期啦，我哋上中下期啦，我一年完成8套，咁我已經出咗24期糧咯。咁我之後84年嘅3套嘅首期啦，即係訂金啦，咁咧4套咁啊24+428，即係我12個月出28期糧，咁啊所以咧當時就中意乜車就買乜車，中意乜衫買乜衫咯，就係咁咯。啊，嗰時呢個後生係嘛，已經達到咗其他人一世都未難以望到咁高嘅高度啦。咁換衫換車就梗係好似你有出戲都有車雲啊，都係講車噶啦。車雲嗰套車就比較唔係，即係嗰個古仔咧係講即係交通意外嘅，嗰架車就麻麻地啊，即係諗你嘅啫。即係唔係咩係唔係乜嘢嗰啲超級跑車啦咁主要嗰套戲都係講交通意外啊冤民不息啊嗰類咯。我記得你都拍過好多啦，又呢個山狗啦，又煲車啦，又大劫摸胎啦，係啊，啊，咁呢個出呢個忌廉溝鮮奶。溝鮮奶亦都好唔錯嘅喎。係啊，忌廉溝你鮮奶。攞個獎喎。係啊，佢應該係1982年頭係喺馬尼拉第一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咧，佢係攞咗個獎嘅呢套電影啊。咁我仲有張相掛咗喺我 office 個牆嗰度。但係即係我亦唔係好記得嗰啲字啊。但係佢係攞個獎嘅。嗯。係嗱，我嗰支影視圈啊，呢個名利場嚟嘅，想成日企一個去到咁高嘅頂峰咧，想維持現狀，有時都幾唔容易嚇。咁喺呢段時間裏邊，你點樣嗱後尾又去到台灣發展咧？嗱，首先咧就其實咧，因為
80年代咧嗰時候，嗰時咧就冇 internet 啦，即係冇話哇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好多嘢喺網上睇到啦。嗰時咧都係睇報紙啊、雜誌。咁咧，如果一個星期咧，或者係4、5日咧，我冇見報啊，即係報紙冇登我咧，我就即係嗰啲叫做失落感。嗰個叫做咩咧？憂鬱係即係啊，其實咧嗰時咧，我真係有憂鬱症嘅啊，嗯，因為咧一唔即係一唔即係唔鋪嗰啲嘢出報紙嘅時候咧，我就驚啦，驚跌落嚟啦嗯，啊，就個心咧又即還得係還失啦。就唔開心嘅。我相信咧，即係點解話有好多娛樂圈嘅人咧有抑鬱症咧？應該都係有啲咁嘅原因咯嚇，因為係，我記得呢個荷里活嘅鐘哥連斯就係呢個有幾個好演員咧，就係因為聽唔到啲掌聲咧就唔掂啦。係啊係啊，真係尤其是你企喺即係一線啦，因為以前咧喺1980幾年咧，你一線嘅人唔係好多㗎咋，係但係而家咧就真係成扎都話一線啦。係啊。係咁嗱，就外人嚟睇咧，你嗰陣時都前途一片大好嘅，但係點解會喺80年代中期你當紅嗰時候嚟香港去到台灣發展咧？唉，講起嚟就都唔係一段古嘅，講起嚟都係因為咧誒、台視即係台灣電視咧，嗯，嗰時咧就要嗰個導播咧叫做陳明華，佢70幾年咧就拍過一套劇叫做《保鏢》，喺香港好紅嘅嗰套《保鏢》，咁咧到揾我過去啊，1986年。佢要開一套40集長篇電視連續劇，係咁咧就揾我過去就做嗰個第一男主角，咁然後咧嗰、個即係嗰個片酬咧就好好嘅，即係40集個片酬係非常咁好嘅，咁樣我就即係首先咧未開工前咧過去就同導演見下面啊，傾下偈啊，攞劇本啊。咁咧喺誒即係未開工前翻嚟啊，即係攞完劇本翻香港嘅時候咧，搭飛機咧，咁咧就我又係即係口花花咁啊，就識咗個空姐，咁咧然後咧個空姐咧就係台灣人嚟嘅，佢屋企咧喺台灣咧就做生意嘅，咁我過去。即係拍嗰個電視連續劇嘅時候咧，咁樣都有同佢哋屋企人咧，即係見面啊、聯絡啊咁，即係咁變咗後尾即係因為嗰個女仔佢哋咧只係得即係父母以外有即係得兩姊妹啦，所以咧即係佢哋咧就話不如你哋即係不如我過去台灣發展啦咁樣。就有嘢拍咪拍咯，冇嘢拍咪上公司學做生意咯咁樣。咁我就係即係好似嗰啲咩為情而拋低一切嗰啲人咁嗯，樣咁樣。香港都唔愛啊！我走去台灣即係另闢一條新路咁樣，咁啊去係。咗台灣。哦，嗱，我都知道除咗拍劇之外咧，都拍埋電影嘅喎。嗰陣時咩《國父傳》都有份拍嘅喎，你記得啊？有啊，我有拍《國父傳》啦，有拍獵鷹啦。1989年我拍獵鷹嘅電影咧，就係喺台灣個基隆碼頭個漁船頂度跳落碼頭就跌碎咗2隻腳嘅腳眼。咁啊，哇！去入院開刀啦，之後3個月拆咗石膏之後咧，咁一隻腳好，一隻腳唔好，行一步都痛嘅，所以咧喺被逼，即係你唔好話
跑啊，你行都行唔到嘅時候，咁咪被逼自己脱離娛樂圈咯，啊，就係咁嘅，哇！嗰陣時冇替身嗰啲嘢嘅，唔係冇搏命啊，搏命我搏命啊！啊，即係想自己嚟啊嘛，咁啊個導演都問掂唔掂？我一路話我掂，咁咪就上噶啦，啊！啊，即係唔可以咁錫身啊嘛，即係。嗰時動作片好多啊！你同行嗰啲人時啊，成龍啊，邊個啊，李連杰啊，個個都周身傷嘅都係啊！係啊，即係嗰啲唔可以太錫身嘅。如果你樣樣都揾替身嘅，咁樣人哋不如睇即係啲替身做咪仲好哇！啊？我知道要花咗好多時間先至恢復到喎，3年，3年。我嗱嗰我陣時嗱，曾經啊嗰陣時有好多好名成利就嗰時，梗係啊一朝成名天下知啦。咁突然喺間隱退咗嗰時候，哇！嗰個感覺係點啊？可能啲會唔會有啲人情冷暖啊？其實咧，我受傷之後咧，都應該係完全香港嘅娛樂圈，即係唔知佢哋唔知佢哋係咪唔知我喺台灣嘅聯絡電話咧，定係點？係一個香港娛樂圈嘅所識嘅人啦嚇，一個都冇同我聯絡過。係除咗一個有同我聯絡，就係我成日咧同嗰間即係好或者叫做旅行社啦，成日同佢出機票去台灣。嗰個老闆咧就聯絡過我一次，之後就完全冇人聯絡啦。咁我行都行，我哋唔可以怪人嘅，嗯真係喐行都行唔到啊！邊個要你啫？你即係擺喺鏡頭面前都阻定啦。咁所以咧，我亦即係接受現實啦。咁就離開娛樂圈啦。咁離開娛樂圈咧，我第一件事咧，我就唔想再知道娛樂圈任何事情。我咧就由香港至到台灣，至到而家我喺美國咧，我都有訂報紙嘅習慣。咁我每日收到份報紙咧，我就揾嗰個娛樂版嗰一沓出嚟嘅，抌咗佢，睇都唔睇，好多年都唔睇。啊，電影唔睇，娛樂版新聞唔睇，咁咧就直情係遠離娛樂圈，係咁樣啊！即係去寫字樓翻工啊，咁即係嗰時真係嗰個叫做啊，你一個唔好就乜都唔好走晒嚟。嗰時咧，又同嗰個即係嗰個空姐咧，又即係分咗手啊！咁當然就冇去佢公司幫手啦。咁咪自己咧就去出邊啲寫字樓揾工做咯，就係由即係業務助理開始，慢慢學，慢慢做上去咯，係咁嘅。哇！突然間由呢個雲端降到喺地上喎，啊！只可以話，第一我要食飯啦，要生存啦，嗯然後我要接受現實啦，咁我要面對一切啦，係咁嘅。又有基層咧重新漫步再次嘅呢個咁後尾可以點樣係會去到英國做嘢嘅咧？哦，咁我喺台灣咧就離開，即係同嗰個女仔分咗手之後咧，我就去揾寫字樓揾啲工啦。咁咧就去咗，即係揾到一份工咧。嗰個老闆咧就係中東人，即係約旦人。咁咧嗱，個約旦人佢又唔知我係乜水㗎，係嘛？